由關可維同大家睇天氣。受到高空反氣旋影響，本港今日大致天晴，日間西灣河嘅能見度曾超過40公里。天氣酷熱，部分地區嘅氣溫升到34度左右，其中上水嘅氣溫較高，達到35.8度。而未來一兩日，本港繼續大致天晴同酷熱，禮拜三會有幾陣驟雨。截至下晝5點，天文台錄得氣溫係介乎28.8至33.2度。6點鐘氣溫係31度，相對濕度72%，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。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係大致天晴，但局部地區有驟雨。聽朝最低氣溫約28度，日間酷熱，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。吹和緩西南風。禮拜一仲係酷熱，下週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廣州多雲，澳門明朗，深圳雷暴。廈門天晴，台北多雲。天津、北京天晴，瀋陽雷暴，首爾落雨，上海落雨，杭州天晴，南京雷暴，武漢落雨，大阪、東京落雨，曼谷雷暴，吉隆坡落雨，新加坡雷暴，雅加達落雨。胡志明市落雨，馬尼拉明朗，墨爾本驟雨，悉尼、布里斯班天晴，奧克蘭驟雨，溫哥華明朗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有霧，紐約多倫多驟雨，羅馬多雲，蘇黎世明朗，法蘭克福明朗，巴黎雷暴，倫敦明朗，阿姆斯特丹天晴。天氣先講到呢度，拜拜。